救命啊！今日個香港客戶揾到我，想揾到呢個羅湖口岸嘅大平層。佢同我講，我唔中意揸車噶，翻香港最好就行幾步路過關就翻到去香港嗰種。樓下要有地鐵、高鐵、東鐵以及呢個羅湖口岸。當時我聽到真係頭都大晒，不過唔緊要啊，咁啱我又揾得到喎。嚟，大家一齊睇下呢條樓啱唔啱佢啦？到啦，上到嚟啦，睇到未啊？呢度就係羅湖口岸啦，旁邊呢度咧就係平時坐高鐵啊、東鐵啊、地鐵嘅地方。喂，主露台個位置望出去嘅視野真係非常之開揚，對面就係呢個香港上水先。咁正嘅景觀，啲客戶又中唔中意呢？嚟入屋睇下先。咁呢度嘅格局咧係餐客廳一體化，所以整體空間感，真係大到有啲誇張啊！咁呢度咧就廚房位置啦、玄關啦、洗手間，平時瞓覺嘅地方。重點就係呢個主人套房啦，真係大到好鬼死誇張，而家係270度轉角飄窗，採光真係一流。先睇下呢個洗手間位置先，呢個洗手間成間房咁大，所以佢功能分區非常之明顯嘅，方便嘅地方啦，企住沖涼、坐住沖完全冇問題，甚至乎站喺度沖涼，仲可以望翻呢個東京100地王廣場先。嚟，感受下你平時瞓醒覺擘大眼望到景觀究竟係點樣啦？哇，真係正，真係開揚，真係舒服。啦，大家覺得呢套單位點樣呢？